美國所謂嘅對等關稅根本毫無理據，亦絕不合理。但台灣當局冇據理力爭，而係屈服於美國。所謂嘅談判亦被質疑，實質上係單方面讓利，配合美國掏空台灣優勢產業。特朗普先提出讓各國各地區不能接受嘅所謂對等關稅，進而同各國各地展開談判，向全世界索取利益。台灣當局同美國之間嘅所謂談判，實質上係喺度向美國輸送巨額利益。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喺 CNBC 專訪表示，台灣之所以對美作出喺美建廠、投資礦產等巨額承諾，係因為必須讓我哋嘅總統特朗普高興。佢稱特朗普對保護佢哋嘅所謂國家至關重要。台灣希望藉此維持兩地非常積極嘅關係。佢警告，若果台灣當局未能兌現在美設廠同供應鏈落地嘅承諾，台灣輸美半導體仍可能要面臨高達100%關稅。盧特尼克亦都透露，美國政府目標係喺特朗普任期內推動台灣供應鏈與產能約40%移轉到美國，加速半導體本土化，降低對外部產能依賴，並強化美國製造。佢強調承諾兌現與否將左右關稅走向，關稅被視為施壓工具，